太刺眼嘅聲音呢，會吃到較快樂；做得自家解決問題嘅聲音呢，都有自信。也係伊嘅聲音呢，赴外實踐節目。也歸大家愛對總鋪出發，去到北台灣同南台灣挑戰。揭手表衝浪、上山落海，喺競爭同合作當中考驗大家嘅耐力、體力同智慧。來，聽聽人向下去各地探險。上一集主要係愛挑戰觀察力，再來隨係昆蟲嘅，也下亮相嘅係阿蘇巴同阿力士。細毛嘅吹係爬通木船到風蘇拿來觀察生態，也下係阿軒兒、阿雷用亮相。今日係爭取前6強嘅親密100挑戰，大家愛親命股來面對。我努力了那麼久，前3名應該也是應該的。我覺得雖然努力不一定會成功，但是你有去試，你有去嘗試，你有努力的話，你就會還是有收穫，有學到。對自己有點感到不滿意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得到的分數有點少。拼就對了，對，拼拼看。因為如果拿到前3名的話，又還可以再去錄影啊，錄下一次的。每個東西都很好玩，然後有些東西也很恐怖，然後但是自己都要加油。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進入前6強，我會努力到最後的。先來睇下細毛嘅吹，哇，冇上係愛比賽產啊！嘿，真勁係愛比賽產呢，見中當見中。賽茶，細毛嘅本兩組進行飛米茶同卡丁茶嘅比賽，就速度極到慢得3到1分。好，請先人愛來進行卡丁茶比賽，比賽嘅人有阿軒兒、阿姨姨同阿飛協。比賽以前先學先用嘅事。先時，請將雙腳踩在座椅上，少扶一個，旋轉，再將雙腳向前伸直，身上有2個踏板，右腳是油門，左腳是剎車，2個踏板全部同時踩。那你身高比較大。那你猜大的，前面2個太小了。開車以前的心情有點緊張，然後我怕我會跌倒，轉彎的時候。對了。頭禮拜帶上去過後，行醫的乜嘢係乜嘢冇呢？好，等下會叫下出發，試2天，看乜嘢試下腳。準備好嗎？預備。EP 出發。一開始大家行啲嘅關，到到自家嘅水土好天天嘅事。我在每個轉彎處都剎車，然後後面的人就已經追上我了，然後在直的時候我一直飆車。哦，阿飛險開始衝到內線去咧。阿姨姨咪開始加速度。阿軒兒唔認輸，緊隨油門。就是一直踩着油門，然後有時候放，有時候踩，這樣我速度就是比較慢。我第1圈的時候暫時是最後1名。提前結束，大家數長冇乜計，第2天會數長較太忙咯。阿飛險開始發威了，超過阿軒兒了，大家加油啊！第2圈的時候，他們說可以快一點，所以我就把油門踩到最低。然後轉彎的時候，我就有放慢速度。然後新宇撞到我被用到旁邊來，然後我就是把油門踩緊，然後全力往前衝。在最後一圈的時候，我原本就快要追上他們，可能一個油門踩太快，
然后就有点打转，在原地打转，所以就输了。慧雪从我旁边超过的时候，我有点吓到。青米全無搶用啊！恭喜阿飛賢體嘅通過終點得到3分，沙田阿姨姨未到終點得到2分，阿軒姨未轉到終點得到1分。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快要到終點的時候，慧雪突然從我旁邊衝過去，然後第1名的寶座被他搶走了。新宇跟如意他們都是6年級的，然後只有我一個是5年級的，最後還是贏過他們了。一開始開就是覺得怕怕的感覺自己會最後1名，然後沒想到最後超過如意，然後得到第1名。沙田愛進行飛米彩比賽，總共愛練5天。飛米彩屬土無按壓，唔過行到路卡唔好控制，會盡力。天天就來看下萬人卡會試飛米彩。你會害怕嗎？會緊張嗎？會啊。那深呼吸一下。對，深呼吸一下。這個很安全，但是還是要注意啊，還是要注意啊。清先出發的係阿姨強，阿姨強一種都東亞，清大眾看到路冇控制好勢盡力。我覺得很恐怖，因為我還是要繼續得分啊，只有得分我才能贏得比賽。所以我不能放棄。我一直在旋轉呢。今日出發嘅係阿福田。陳皮，開始。阿福田移動生意嘅事，按用穩穩嘅事會贏冇呢。前面係阿雷勇。阿雷勇方向速度都控制到當好，當有幾比贏哦。哇，痛了！哎呀，我已經有點失控了。我不知道怎麼往後退了。哎呦，不要會往了。比賽來到第2天，阿福田已經超過阿姨強嘅，阿姨強加夾速度上愛腳過去，伊個做法又衝到順風嘅鏈呢。好痛啊！拖你腿下。時節第3名出發嘅阿雷勇未腳到上來嘅，阿姨強加油，千萬莫放棄啊！對不起啦！其實飛米才會盡力係當正常嘅，千萬莫因為驚啲半路嘅同腳飆下來，按用到危險哦。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有卡到轮胎就卡下去，然后花费很多时间再把轮胎搬起来，然后搬回去，然后就甩。每次到快到终点的时候，我就会甩，然后刹车每次都刹不住，因为这没有刹车。教练有教我们就是方向盘倒转，把镜头指向自己，这样就不会再继续往前冲了。不停，你是最后一圈了，加油！很想要去追雷龙他们，就是想要倒追他们，可是后来发现，就想要追的时候就越来越慢，就一直甩尾，然后就发现要慢慢就是踩一半就好，不要全部都踩，这样会一直甩尾，就是转弯的时候很难控制，因为手的力气不够，它就一直这样转。完成任務，恭喜阿福田佢穩穩嘅事拿到第1名得3分，阿雷勇第2名得2分，阿姨強當大送一隻目標上來，搶得1分。細妹嘅吹嘅晉級決賽嘅前面一項任務係挑戰撲浪。我們如果已經板子放下來了，你的手還是要握着哦，不是就放開讓它
随处走哈。上来板子的时候，第一个哈不是这样子，你的身体、你的肚子先贴上来，可以吗？那你的肚子大概是在板子中央左右贴上来之后转过来，好，那人会呈现这个姿势。你抓到平衡点之后，你觉得板子很平均，好，你要用最少水煮的方式，你用手插入水，那往后拨。那另外一个细节是，你的脚最好随着你的节拍，你要这样子动也可以。扑浪同冲浪無共樣，衝浪係起點，撲浪係撲點。雖然較安全，不過對體育拜高的人來講，還係要緊張要刺激。其實，在一開始聽到他們說要去爬浪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啊，怎麼會那麼可怕？然後到要下去那一刻，我還是很害怕。然後後來才發現，好好玩哦！這樣被浪推的時候，然後摔下來，然後又趕快爬上去，那種感覺就是很好玩。好，練習過後，我開始比賽了。撲浪，實驗盤咗兩組來比賽，對 A 點出發，爬到 B 點拿到旗嘅，再個走到 C 點，看速度極到慢的3到幾分。一下就來看大家學習嘅成果。上天，海天。第一組參賽就係阿軒怡、阿怡怡同阿飛賢。在玩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浪打過來，我就被它推下去，然後整個人就泡在下面，然後就吃水了，還水好鹹哦。撲浪愛贏就愛看松鼠爬水嘅技巧，還愛曉得借海水嘅衝力來加劇速度。阿軒怡一次就到沙灘附近呢，不過阿怡怡已從離沙灘進來經驗了，加油加油啊！阿軒怡總算上岸呢，開始走向終點。阿飛賢同阿怡怡未陸續上來。其實啲沙灘上走係動適力咧，雖然大家已經翹得嚴嚴嘅，不過還係保持運動家嘅精神，散忙走向終點。第一組比賽結束，恭喜阿軒怡得到第一加3分，阿飛賢第二加2分，阿怡怡得1分。好，也下愛先看第二組嘅比賽了。阿福婷曉得用右手爬水修正方向係好嘅開始。阿怡強堅出力腳緊點，希望會合格，不過按用正經會合格係。阿福婷一開始就爬到東順溪，加油哦！阿福婷同阿雷勇同時上來，哎呀！阿雷勇唔記得自己嘅腳還同撲浪板踢向下，唔使緊張啦。加油加油！萬兒先走到陣來就贏了。拔旗子比勝利，耶！恭喜阿福婷第一名得3分，阿雷勇第二得2分，阿怡強東道上搶得到1分。我知道海東獎。前面係合法考驗，大家愛用海來操機嘅，自家操機嘅得2分，愛人聽數嘅就搶得到1分哦。我當好來海上交水，前面那邊有啥嘅好搞？海有東獎，海邊有人採搞啥嘅老海茶茶，我當喜歡來看海。今晡夜，我同我嘅朋友去海邊搞水，我當歡喜。這麼一組，萬兒會順勢晉級到前6強呢。答案公布以前，先來看下誰來嘅出嘅比賽。誰來嘅出來到亞洲城3地度，愛進行一項特別嘅挑戰。也未係誰來嘅晉級前6強嘅親密嚟應付，會係乜嘅呢？
冇唔错，就是爱去吃天然的烧饼。吃天然的烧饼难度较高，而冇把握到3人就吃得上，唔管用嘅安全轻重要，大家先做好安全装备啦。每个人都可以检查到啊。那你的旗在哪？领着我。好，可以，下一个。牵线是安全吊带，吊带是那样牙体粗，是当中有个安全保障。我们家每个人身上会有一个扣环，这扣环呢，这扣环到时候是会把绳子是连接绳子跟吊带的最重要的转接头，叫扣环，了解什么？所以当扣完之后，到时候这边有一条绳子这样绑住，那你在爬过程中如果跌下来了，它就可以拉住，你就非常安全。戴上去之后把它扣起来，扣起来之后你要大概一个手这样子，一个弧度，了解什么？不能太松，这样就可以。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装备。所以等一下就穿吊带、戴安全帽，然后等下会给你扣环。到最后啊，会有一个更专业的。如果等下有同学轮到你上去之后，会给你那个盐粉。也是粉体的，底部是切烧饼的粉呢，主要就是将酥包装会出汗，冇就出油。按呢酥张做你做嘅黑。好，都准备好诶，向下来看下大家切烧饼嘅样诶。切烧饼有3个特分点，第一个是20个，连续5种相片。第2站是起到太阳4站6个嘅素菜。第3站就是起到清淡高嘅时节，通过1站就得1分，熟透清洁嘅再个加1分。准备攀登，确保我来看看哦，确保完成，请收。开始攀登，很好，请攀登，加油哦，慢慢来哦。第一个挑战的是阿力神，阿力神有动态的基因，这个表现会影响到其他成员。很好，你的右前方有一块可以踩，看到了，慢慢来，要退条跟我说，对，很好哦，拿手住哦，加油！最困难的大概就是攀岩吧，那个看下去会有那种紧张的感觉。这里没地方抓。这岩壁好滑哦！地神好强，地神哇，厉害，地神对战。很好。第一拍，第一拍，第2拍，第3拍，第4拍，第5拍。拦不住了！我拉住你，不担心。啊！我拉住了。好，脚抬好。历程，你现在到达第2个点了。走，先生吧，不要走！脚好酸哦。这个攀这个岩，你的脚力要够，手力也要够，不能这样我一下在这边。给绳。来爬上来喽！恭喜阿力神用18分15秒切到清淡高，3分都拿到诶。我本来想放弃。不让我想要放弃，但是我后来觉得不行，我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表示我已经克服了那些难关，表示我可以上来。其实一开始第1关都还蛮顺的，就是碰到鸡的时候也蛮顺利，但是从第2关开始我就有点卡卡的。我住了，我想要从这边了，只是。这边摸起来没有什么可以，就是因为要找3角的那个地方，我就是右脚跨不过去，
我在那边撑很久，到最后都没有力气。导播加油！先不要动，先找到点再爬，不然你会很难爬。技巧的话，就如教练所说的，就是3点不动，1点动，这个很重要，对。因为那时候我有时候会2只脚或者2只手开始爬，所以就是撑的时候就比较累一点。我登顶了！哦 ，Oh my god！ 这是要怎么上去？要四周看一看，看有没有可以踩的地方就爬上去，然后踩，然后就是继续爬，观察力要好。我成功登顶了！请攀登，加油，上吧！铁沙表是一种自我挑战，克服会强的身体的运动。佢喺過程當中會加強有信心，韓國學得面對困難。佢到同黨雖然當重要，不過韓國重要嘅係要有堅持唔放棄嘅精神。你们4个人，尤其是云哲，他爬超快的，他超快的上去，连我鞋子都还没穿好，他就已经要下来了。所以我在想，我绝对不能轻言放弃。黄海腾，你要继续还是你要下去了？继续。冇想到大家都挑戰成功嘅，真到到上年千面股唔放棄嘅精神，當真當感動。原來成功咧！一項挑戰33人都得3分，阿元澤花嘅時間輕少，再各加1分。前面係客家對話考驗，聽起來大家嘅客家都進步當多哦。今日係藝體擺拍，有啲會緊張哦。出外講啊，係其實真實嘅事，唔係人講噴咁衝呢，行出去咯。藝更加藝再擺一擺，然後睇行那腳，人哋行一擺，再個公開來睇點招呀，好啊！總算緊張嘅時間到了，大家接受嘅各種挑戰，沒有當成嘅感情。不過，像63人如何晉級決賽，算來係乜人咯？雖然賽嘅競爭相當激烈，阿立成、阿元澤、阿蘇伯33人都係23分，33人同時得到總決賽嘅資格。接下來看下4妹嘅賽嘅前3強。恭喜阿碧賢、阿雷勇、天野、阿顯兒、天意，第33人就做得進入總決賽。下20開始，前6強嘅分數要重新來算，大家向下來接受全新嘅挑戰。總決賽嘅任務有哪條呢？下個禮拜聽聽向下來去搞就對了。跟我一起玩的朋友，还有工作人员，真的很谢谢你们这几天的陪伴。高兴的是在一起的好朋友，就祝他们得到成功。我希望磊荣他可以加油把那些男生都把他打掉。